高兴跟大家一起来敬拜。在敬拜开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恳求圣灵在这时光照我们，将以下时间全然交在你手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祷告，阿门。阿门。邀请大家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敬拜你，有尊荣和威严在你面前，当以圣洁为装饰敬拜。主，我们敬拜你，有尊荣和威严在你身所，当以圣洁为装饰敬拜你，愿天欢喜。快乐，愿爱和其中所充满你澎湃，愿天欢喜，愿你快乐，愿天和其中所有都快乐。主，我们敬拜你。有尊荣和威严在你面前，当以圣洁为装饰敬拜。主，我们敬拜你，有能力和华美在你身所，当以圣洁为装饰敬拜你，愿天欢喜，愿你快乐。和其中所充满你澎湃，愿天欢喜，愿你快乐，愿天和其中所有都快乐，愿天欢喜，愿天欢喜，愿你快乐，愿爱和其中所充满你澎湃。愿欢喜，愿你快乐，愿天和其中所有都快乐。哈利路亚，耶和华作王，全地当在他面前欢呼。哈利路亚。作王，全地当在他面前欢呼。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和华作王，全地当在他面前欢呼。哈利路亚，耶和华作王。当在他面前欢呼，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爱和其中所充满你澎湃，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天和其中所有都快乐。愿天欢喜，愿你快乐，愿爱和其中所充满你澎湃。愿天欢喜，愿你快乐，愿天和其中所有都快乐。愿天和其中所有都快乐。
起来宣告你的奇妙恩典。谁破除黑暗，罪恶的权势，谁爱的大能，远胜过一切，荣耀的君王，万王之王耶稣。谁以雷神来震动这世界，谁令人赞叹那奇妙作为，荣耀的君王，万王之王耶稣。这是奇妙恩典，你不失败的爱，你竟会代替我，为我承担十架，舍下你的生命，释放我的自由。耶稣，我宣扬你所做的一切。谁把我混乱带回到秩序？谁使这孤儿成为神儿女？荣耀的君王，万王之王耶稣。以真理公义，你掌管列国，在一切事上如明光照耀。荣耀的君王，万王之王耶稣。这是奇妙恩典，你不失败的爱，你竟会代替我，为我承担十架，舍下你的生命，释放我的自由。耶稣，我宣扬你所做的一切。被杀的羔羊，你配得；胜过坟墓的君王，你配得；被杀的羔羊，你配得；胜过坟墓的君王，你配得；被杀的羔羊，你配得；胜过坟墓的君王，你配得；被杀的羔羊，你配得，配得，配得，你配得。这是奇妙恩典，你不失败的爱，你竟会代替我，为我承担十架，舍下你的生命，释放我的自由。耶稣，我宣扬你所做的一切。哈利路亚！你是圣洁的主，我们敬拜你。世世代代夫妇，全心全意敬拜，齐声宣扬称颂神羔羊。众圣徒众儿女，万族万民万邦，齐声宣扬称颂神羔羊。你名高过穹苍，你名
何等伟大你名，超乎万民之上。所有宝座冠冕，所有真理权柄你名，超乎万民之上。众天使呼喊，圣洁，万口要敬拜，圣洁，我们高举你，圣洁，圣洁到永远。我已被你赦免，我已被你赎回，永远宣扬称颂神羔羊。我已得着自由，奉靠耶稣之名，永远宣扬称颂神羔羊。永远宣扬称颂敬拜你耶门，众天使呼喊，圣洁，万口要敬拜，圣洁，我们高举你，圣洁，圣洁到永远。圣歌女歌唱，圣洁，全地的君王，圣洁，你永不改变，圣洁，圣洁到永远。你名高过穹苍，你名何等伟大，你名超乎万民之上。所有宝座冠冕，所有能力权柄你名，超乎万民之上。你名高过穹苍，你名何等伟大，你名超乎万民之上。所有宝座冠冕，所有能力权柄你名，超乎万民之上。众天使呼喊，圣洁，万口要敬拜，圣洁，我们高举你，圣洁，圣洁到永远。圣歌女歌唱，圣洁，全地的君王，圣洁，你永不改变，圣洁，圣洁到永远。你永不改变，圣洁，圣洁到永远。你永不改变，圣洁，圣洁到永远。让我们看见你在盛会中，让我们用渴慕的心来仰望你。你因为圣洁，所以我们要就近你，也让我们被你所洁净。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用我们的内心渴慕
一起同心敬拜。愿神的恩膏跟祝福，在今天我们的礼拜当中，满满的荣耀归给你。我们每一位从你得到属灵的恩膏、话语的激励，以及平安的心。感谢主，让这个礼拜能够呈现在你们面前。愿圣灵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仍然站着哈，一起来祈念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一起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从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里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与死人。我信圣灵，圣而公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身体的复活，永远的生命。阿们。请坐。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经节是马太福音6章31到34节，我们一起来攻读。预备起。所以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或穿什么操心，这些事是不信的人所追逐的。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东西。你们要先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遵行他的旨意，他就会把这一切都供给你们。因此，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马太福音第6章31到34节。继续，我们就请底波拉小组为我们来献诗，献诗随后也请为我们夏牧师为我们讲道。今天夏牧师讲道的主题是上帝仆人与生命供应，上帝仆人与生命供应。他以恩膏我，叫我传好信息，并且
们谢谢底波拉小组，他们唱了美好的诗歌。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上个礼拜一起同心聚集在文化中心有800多位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庆祝，一起来感恩很顺利的完成晚上的聚餐，也非常的顺利。感谢很多弟兄姐妹，大家同心投入，看到这一个动员不是简单轻松几个人就能做成的，是因为大家彼此同心协力我们谢谢每一位同工的摆上。我们在分享主话语之前，我们先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再一次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让我们在50禧年所有的事工都能顺利来完成。今天我们持续这个50禧年的感恩庆典，我们要举行圣礼典、洗礼式，愿这个圣礼典成为满满的这一个礼物奉献在你面前，也让我们领受到神的祝福、神的医治、神的平安。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接续上一次我们一起分享的上帝的仆人跟生命的供应。那为什么会讲上帝的仆人？上一次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6章有一段经文，他特别提到说，我们顺服我们的主人，我们敬拜我们的主人。当我们把上帝成为我们的首要目标的时候，我们后续耶稣所说的这一个不要忧虑一日的这个承担我们一日就足够了。那这些话语都是接续在我们成为神的仆人我们追求神的国跟他的义所得来的这一些应许那今天我们要接续后半段，我们看到在主耶稣特别讲到有关供应的时候，他叫我们第一个是不要忧虑。他说忧虑对未来的恐惧对未来的恐惧。那这个为什么会讲对未来的恐惧呢？这是根据我们人性人性上为还没达成的事，你觉得说准备很好了，还是担心，对不对你明天要去参加大考试了明明你都准备好了各种文具什么都准备好，但是你还是会担心说不知道什么会漏掉。那越担心，有时候更容易挂一漏万这样子那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刚刚我们已经读了我们就不完全重复。耶稣所说的是说，不要操心你的所有生活所需。他说，不信的人在追求，但是天父知道我们所需要的。那这些话语，如果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觉得好像有点天方夜谭，因为我们明明每一天为了所吃所用，还有我们的所需花销，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一个前提，耶稣要我们说，你们要追求上帝的主权跟实现，遵行他的旨意，他就会把一切都供给你们。换句话说，有一个顺序，追求神的主权跟旨意实现，那神就会为你供应所以最后一段话说，因此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当就够了。那这些话语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信仰的基础，而不是说光凭文字上的安慰，我们当然达不成做不了。那耶稣的教导怎么样呢？忧虑和相信天父的看顾，它是两者是互相矛盾的。换句话说，你一旦相信上帝的看顾，你就要会把忧虑除去。那忧虑是一件浪费的事，浪费时间也浪费精神思想。那明明浪费，但是我们会忧虑因为你的心以自己为导向，你会觉得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圆满完成。但是当你把你的信心倚靠神的时候，神给你的平安就来到那耶稣要我们做什么呢？说不要这么挂心我们什么也不能做的日子。我是该计划未来，但不是等于对未来忧虑，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换句话说，你还是要有规划，还是要有预备，但是有预备交托之后，你就不要为这个事情一直烦恼，一直担心，一直认为好像没有办法完成。主耶稣提到2种日子了一个是今天，那就是明天。那忧虑都跟明天有关。
忧虑的焦点是对未来的恐惧哈，所以同时也把现在的喜乐都抢走了。换句话说，你把明天的忧虑放在心上的时候，你几乎天天都没有快乐的时间。当然，我们台湾有一句话叫“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意思是你不会很仓促、很从容的生活在神的恩典之下啊。所以呢，我们常常有一个概念，就是身体活在今天，但是心却活在明天。当然，我们常常想说，对未来有盼望哈，那有远景规划，那都没错。但是心中有平安，比你有规划更重要哈。好，他说不要忧虑，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你可以努力，不要让恐惧来控制你。你可以计划，但不要把安全感建立在金钱上面。我们可以计划努力，但是不让恐惧来控制你，也不让这个安全感建立在无法确定的金钱上面。那所以基督徒的一个自我的提升，就是明明物质对我很重要，但是神的旨意跟恩典，他的国他的义，比我这个更重要。当你把那个次序定好了之后，你会发现说，就不再那么的为身上的物质来恐惧跟操心了。所以这一句话我们可以这样想：耶稣他并不是要容许他不是容许接纳人们懒惰，反而是要在当下努力工作。因为保罗这样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以吃饭。所以上帝是借着四下工作的机会来供应我们所需。所以努力当下工作，这个都是神的旨意，只是说你不要被这些捆绑住了，天天不快乐啊。所以呢，我们要一起学习是什么呢？今天尽本分，明天交给上帝。凡事先求上帝，生命就有平安。那每个人的忧虑都不同，有大有小，有不同的这一种冲击。但是当你一切的稳固安心交托在主的时候，你不会为了说工作机会被人抢走了，我的收入比以前少了，感到忧虑，因为你有神可以依靠。所以当我们看到主耶稣让我们不忧虑，但是有计划。再来就是他的治理跟他的义，是成为我们一个最中心的思想跟追求哈。圣经这样说：你们要先求上帝的主权的实现，遵行他的旨意，他就会把这一切都供给你们了。感谢主，因为这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国和义有多么样的宽广哈。上帝的国不是上帝的历史和自然界的一般掌权而已，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看到这个看得见的世界，他还是在他的子民中有治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人心，关于我们生命的悔改、委身、相信那一刻起，上帝的国就是耶稣来治理他的子民。所以，上帝的国不只是一个有形的疆界，或是有形的这一个团体，而是在每一个内心当中被耶稣所掌管，被耶稣所赐福。感谢主，我们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是什么意思呢？有时候名称会比较单调一点哈。先求他的国其实是扩大耶稣的治理，扩大耶稣的福音，在影响每一个人，在你的生命中，还有所处的社群里面，甚至普世的教会。感谢主。当我们有这样的概念之后，我们会凡事先问说：上帝希望我怎么做，而不是问我怎样对我最有利。事实上，上帝的旨意排在我的利益之前，这样的顺序就开始来了。当你发现这个是合上帝心意的时候，你在做的事，你就不会觉得好像很渺小，或是很有局限，因为神的国是无限宽广的。所以呢，一旦有这样的概念，让上帝的旨意排在我前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生活上常常会遇到这些大小事了哈。举个例子来说呢，你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你要工作，可能有2、3个不同的工作机会。那基督徒他会先问说，不是说把那个薪水最高的就是最好的，他可能会想到说，这个工作会不会使我的失去信仰跟家庭？
这工作如果影响我信仰服事，那我宁可选择可能薪水第二高的，反而让我可以兼顾到我们的生活。那就是你一个抉择。但这个抉择不是一般世俗的眼光说薪水多高，而是因为你觉得神喜爱你，也服侍他，也有生活的依靠。我们常常讲说，举例说做生意的时候，我们不只是问说我能赚多少钱，有多少的利润，而是问说这样做有没有诚实，有没有对我的顾客有信用。有时候我们是比这个更重视哈。那遇到冲突的时候呢，不只是问我要怎么赢，而是问说我们能怎么做才能活出基督的爱。那这些都常常在我们的生活上常常有一个优先次序的。那当我们上帝的国跟义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你的选择就非常的清楚。还包括比如说花钱的时候，你会问说这笔钱是不是合上帝的心意，而不是说你喜欢就把钱花掉了。感谢主，弟兄姐妹，上帝的义它是包含个人性的还有社会性的义。个人的一个符合神的心意，我们也期待这个社会是符合公义的、和平的、有人权的。所以他是公义的上帝，希望每个人这个人类的群体呢，能活出正确的生命，而不只是在教会里面而已。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社会越和谐，越合乎神的心意，人民的生活充满了喜乐跟平安，这个都是基督徒所在追求跟努力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看到这个社会的见证，是因为我们从个人基督徒的生命来做见证，让耶稣的义吸引更多人，也在每一件事情上选择上帝看为正确的道路。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抉择。好，那感谢主呢，我们在许多工作上、生活上，我们都以这个为标杆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所做的心中很坦然、很平安，而且不违背上帝的旨意。当别人得罪我的时候，人的本能可能是他这样对我，我要报复他，让他知道我多厉害。但耶稣常教导我们说，饶恕爱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所以当我们做选择的时候呢，我不是报复，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上帝，这个也是上帝的义的一种哈。好，弟兄姐妹，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就是个人的为中心的志向会被掩盖，会消失，因为人的志向有时候会变化，有时候你的需求并不一定这样子。但是为了上帝的志向，那是不可能渺小的，是永恒的，而且是扩大的。所以我们看到在社会上，我们在历史上很多为主工作的人，他们可能没有在个人的事业上很成功，个人有什么好的收入啦、金钱啦，但是他为主所做的工，让人人都怀念他。反倒是在社会上很多比如说做高官的啦，在社会当时当代就是赫赫有名的，哇，权倾一世的，但是一旦事情一过，就没有人再纪念他了。对百姓的福祉，对百姓的平安，对百姓的安全有贡献的人，有时候比政治上的领导者更有利。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为了上帝的国和他的义，可以遍及每一个地方，我们就会变得胸怀壮志。那这个不是叫我们放弃工作哦，不是放弃理想哦，不是去理这个现实啊，而是一种怎么样，把生活的排序跟眼光做一个巨大的翻转。翻转的意思是说，明明这个事情对我有利，但是它不一定符合上帝的心意，你愿意为他牺牲，愿意为他改变。感谢主，我们以这一个为出发点，有几个学习一个是从以自我为中心，为焦虑，会不确定，转为以神的主权为中心，一个信靠的导向，把上帝的心意、公义和爱放在你做决定的第一顺位，然后你日常所需的生活
天父就为你负责。第二小点就是把日常工作当作上帝国度的延伸。我们不是说上帝的国就是一个高举什么标语啦，在喊什么口号。其实在我们生活上，我们怎么样把它实践上帝的国和义，在你的办公室，在你的家庭，都常常是国度彰显的地方，有平安，有喜乐，有神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这一个我们要学习的是停止透支明天的焦虑。透支就是明天还没有来，你把一切焦虑都压住你的内心了。所以生活化的实践是什么呢？把今天该尽的本分做好，剩下的结果我们就交给上帝，他要为你负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以上帝为中心的志向，第一个，一切物质需求都会得到供应，因为主耶稣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第二个，当你把神的需要做优先的时候，你在追求一般人所追求的，比如说第二志向，我的工作，我的成就，我的经济我的家庭，它就不再是你的主挡了，因为你已经把最优先的放在神身上。所以这个志向如果放在第二个顺位、第三个顺位，神就会让他，因为你对神的需求、对神的追求、对神的盼望，以神为中心，那你就会发现神已经为你所有都预备到了。好，我们说耶稣说今天难处今天当就够了，因为我们常常是怎么样，身体活在今天，心却活在明天。今天还没有发生的事，我们已经在心里面演练了好几遍、好10遍。所以耶稣给我们一个很简单淳朴的生活教导，什么呢？把我们拉回今天，你今天的工作今天把它完成，今天的功课今天来完成，今天的恩典今天来感谢，明天的事情我们明天再交给上帝。这个是我们生活的法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今天尽本分，明天交给上帝。凡事求上帝，生命就有平安。所以先求上帝，不是不要生活，而是让上帝成为生活中的第一位。所以因为这样，我们看见说，神的国和他的义，其实是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的职场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施展出来的。基督徒要努力发展恩赐、机会，延伸影响力。那在各行各业有杰出的表现，尽责努力有创意，那这些志向你在生活上活出耶稣基督的恩典，你不是膨胀自己，或是建立私人的帝国，而是借由这些抱负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基督徒的工作、生活、家庭有这样的顺序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你就自然而然的找到一个归宿点，不再焦急，不再烦恼，不再把忧虑一直放着。神给我们的信心，是因为我们有神可以依靠。弟兄姐妹，我们上个礼拜庆祝了50周年，教会也是这样子。教会过去50年来，我们经历上帝的恩典，未来的道路我们也仍然不必忧虑，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明天仍在上帝的手中。一起来做一个勉励。第一个，不为明天恐惧，因为天父知道我们的需要。今天忠心来做生活，把今天该做的事情做好。第三，一生求上帝的国，让上帝的旨意成为我们最大的追求。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仆人的生命供应，我们常常看到有些教会他们为了要建堂，那建堂一定有很大的支出嘛，很多费用。像今天有以便以谢的教会，他们来我们这边要来募款，他们卖一些农产品，他们的特别的制作的产品，希望大家能够借由购买，让他们能够累积这些经费。但是我们包括我们互相教会，我们不是说钱存满了我们才开始做，而是因为我们发现这个事情是合神心意的，我们就做下去了。我们上个礼拜在庆祝的时候，有特别提到说，我们9年的建堂几乎每一年的经费都到位，没有欠缺，
而且刚好。那不是说人有什么规划，而是神借我们的信心为我们预备足够，也不是让你剩太多啊，觉得懒惰下来了。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为这一个上帝的国跟义，我们成为神的仆人，我们有满满的信心走前面的道路。生活因为有主可以依靠，即使物质上不是比别人丰富啊，在社会的地位、生活好像也不是说就是成为一个名人，但是因为有主可以依靠，我们的心中的平安跟喜乐是别人抢不走的。愿神在我们当中施行他的圣功，所做的来荣耀他的名。我们现在做祷告，然后我们预备要来洗礼，还有圣餐。我们现在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因为你的爱让我们认识你，你的救赎让我们成为有盼望的基督徒，你的救恩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永恒生命所赏识。所以我们借由今天的圣礼典还有洗礼式，把受洗的弟兄姐妹交在你手上，愿神亲自动工，所做的事情荣耀主。我们一起领圣餐，要见证神的救赎，你的救恩是临到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要做洗礼哈。今天我们有2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大人的成人洗礼式。那今天因为我们有2堂礼拜，第一堂人比较多一点哈，5、6、7位已经受洗了，但是呢，第2堂也很好哈。第2堂呢，我们有2位哈，有2位啊，这个名单呢，我念一下哈。好，林佑静、曾淑芬哈，等一下呢在唱诗歌的时候，2位走到前面来哈神的恩典跟你们同在哈。我们唱这首诗歌哈，恩典之路，唱一次就好啊。唱，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有你在保护，万人中唯有你爱我们，是我永远不变的这一生都是祝福。周报里面有，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来，请2位走到前面来了哈。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感谢主哈，2位姐妹呢，她们准备要来受洗有我们的佑静姐妹，还有淑文姐妹。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先来做誓约哈，牧师来先做一个报告。我们得着帮助是在乎倚靠创造天地耶和华的名。主耶稣要我们往普天下传福音，使万民做门徒。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也对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免，也被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就要像彼得当时要让大家悔改，信耶稣基督，奉他名的受洗。今天我也向2位来呼吁，你们要受洗，你们要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回答我所问的问题，来告白你们的信仰。当我问的时候，你们从看那个荧幕可以回答我哈。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阿们。
你们是否愿意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吗？阿们。你们当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感谢主。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为2位来施洗。你们年轻可以上来跪在这边来。我们先请这一个淑芬来。曾淑芬，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好，请起立。来，我们再请佑静来这边，上来。好，林佑静，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好，请起立。站到中间来好不好？再回到中间来。好。愿平安的上帝使你们全然成圣，愿你们的灵魂和身子得蒙保守，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这是我要来宣告。你们2位已经告白你们信仰来受洗，我奉靠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也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富强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成为会员，有份于主的筵席以及新约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佑静跟淑芬他们因为慕道愿意加入教会，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为他们献上感恩。求主来保守他们，他们进入到你的教会，赐福给他们，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坚固他们，以你的恩典来赏识他们，使他们结连于基督，得着满满的神的充满，永远在你的里面。在遇到试探的时候，保守他们能够在信仰上打美好的仗。他们2位还年轻，在工作、在生活、在读书，求你亲自来保守他们。因为有神的话在那里面，他们就勇敢向前，成为见证主耶稣生命的基督徒。感恩赞美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谢谢，请你们2位向后转。好像你们的名牌都没有看见，名牌转一下。好，我来做点简单的介绍哈。好，第一个是林佑静，摇手一下，佑静。好，感谢主。那佑静他现在是在提摩太，也在基利新哈。哇，他喜欢小组，参加2个小组不得了哈。而且他现在一段时间他还在学习上课。在做建教班，准备要学习他的才艺，他平常从家里要来教会都要搭公车嘞，真的很有信心哈。佑静很可爱，每一个团小组都很喜欢他哈。感谢主。第2位是我们的曾淑芬淑芬弟兄，他也在基利新哈。他是一个美发师有我们教会世文弟兄带领他的。世文弟兄有没有来这里啊？是王世文，好，没关系因为他在美发的工作，有时候时间不稳定。不过他如果有空会来参加我们的小组，要不然就来参加礼拜哈。我们为他们2位祷告，因为年轻的女生这个家人族人一定要给他们有支持，他们才勇敢向前哈。这个时候呢，牧师跟长老来做一个接纳，然后也请小朋友，我们要受洗的小朋友，曾佑熙的小朋友跟阿公到前面来照相哈。好，有的家长还有阿公都来，你们可以站前面，谢牧师到前面2个而已哈。好，来，你们下来，好。
谢。那你们留下来啊，送礼来，有小组要送礼吗？等一下，你们不用回去哈。要送礼的请过来，有送礼的。好，开手，谢谢。两位先回去哈，两位先回去啊哈。好，现在我们的曾佑熙小朋友，爸爸是曾俊林弟兄，母亲是周玉婷。那玉婷的爸爸我们的喜安兄哈，也在我们当中一起誓约。阿嬷神学生去布袋教会工作，所以今天没在哈。那等一下要请长辈来回答牧师所问的哈。好。我们得到帮助是在乎依靠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的名。我们来听马可福音所记载的，有人带小孩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的国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接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就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为他们按手，也为他们祝福。小朋友虽然还幼小，不懂这些事，但是所应许的也要归于他们。他们是恩典之约的后裔，上帝以洗礼带领他们成为上帝家里的儿女，归属基督，成为他的百姓。所以今天你们的幼儿要受洗，请长辈回答我所问的信仰告白。第一，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阿们。你们要依靠上帝所赐的能力，将基督的真理、信徒的责任教导你们的幼儿，以祈祷及好的行为来养育他们，让他们的所作所为能够遵照上帝教会的教导。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感谢主，愿神赐福你们你们的儿女，帮助你们守这个约。这时候，请妈妈抱过来这边一点点哈，我们要为小朋友来洗礼。好，右膝哈，来，右膝小朋友，我用水给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阿门。好，拍手拍手。好，感谢主。那我们再做宣告哈。小朋友他现在长大了，有一点反应了不错哈。知道人要找他，他有一种反应哈。来，再来中间一点来。遵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位幼儿蒙接纳进入教会，成为未陪参会员，有份于新约的恩典。今日这位幼儿的父母亲阿公亲自来做见证，并分担责任来养育他们的信仰，直到接受坚信礼。我们来祷告，没关系，让他自然一点，没关系。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幼熙小朋友来到你面前，接受洗礼，成为神的儿女。求你赐福给他，在幼儿成长的阶段，有父母亲的爱，阿公阿嬷的爱，让他不只是有健康、有智慧、有能力，而且是能活在上帝的爱中、上帝的恩典跟真理当中，成为一个神所喜爱的儿女。神啊，求你赐福这个家庭，大大小小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神的照顾、神的平安都跟他们同在。奉你们的祝福他们，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请向后转一下好不好？来，谢牧师代表送一个礼物给你们，来，送给小朋友礼物哈。送小礼物。好，还有，来。好，恭喜！刚刚已经照完相了啦哈，原则上就请长辈家长带回去哈，我们要准备了圣餐。
这个时候我们要来恭领圣餐。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死，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一直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十架的大能使我生命，主耶稣。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欢迎还属于他教会，按照教规领圣餐者一起来守主的圣餐。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愿主耶稣的恩典跟我们同在，就像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跟门徒一起告白的：“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这是我的这杯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所以，当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有拿饼来祝谢，所以我们一起奉他的名来照他的样式来感谢上帝。主耶稣，我们奉你的名来祝福，按照你的命令来摆设这个宴席，为了纪念你的救赎的祭。我们谦卑恳求你差遣圣灵将我们分别为圣，又分别这些摆在你面前的饼跟葡萄汁，让我们接受这些有份于你的身体和宝血。因为你的恩典的帮助，使我们在灵里得培育，也在你的恩典中成长。荣耀你的圣名，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感谢，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这个时候，请我们的长老开始来做服事。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当我们拿到这个2合1的圣餐，把第一层的薄膜第一层有透明的薄膜，先把它拉开，把饼放在手上，我们一起要来花完圣餐之后，我们要一起来领受。
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有谁没有拿到的，可以举个手哈，方便看到你。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没有拿到的，再一次举手哈，谢谢。有没拿到的可以再举手一下哈，我们把饼拿起来哈。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用完饼后，主耶稣举杯，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当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我们一起来领受。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愿主耶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全心感谢你，因着你极大的爱，使我们领受你的圣餐，是培育我们灵魂真实的食物。再次使我们明白你喜爱我们，保守我们，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满有圣子奥妙身体的肢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永远国度的后裔。主，奉你们的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迎接50禧年，用这一个圣礼点献上满满的感恩。主啊，因为你的宝血、你的宝体为我们而舍，为我们被打破，我们就承受了这个永恒的救恩，一生走在恩典的道路。愿神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尤其跟今天受洗的弟兄姐妹同在。愿神的赐福永远在每一个人的路径当中。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感谢主，我们圣餐到这边，弟兄姐妹，我们每次圣餐的时候，我们特别为圣餐来做奉献所以呢，如果你有准备有感动，我们一个纸袋里面是放圣餐奉献，一般的奉献就直接放在奉献袋里面。我们请执事开起来收奉献，我们预备，也请来整理我们的圣餐桌。
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请坐。接着，我来报告。报告之前，我们一起来背诵这个月的金句。我们的荧幕也有周报。第8页最下面也有。这个月的金句是路加福音第4章18到19节，预备起。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的喜年。路加福音4章18、19节。我们周报里面的第2页有很相关的服事同工，请留意。第3页的聚会讯息，也请大家阅览。第4页的肢体交通，我简单报告。我们为今天受洗的兄姐、小朋友们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祈福，愿主的恩典满满在他们生命里和他们的家庭里。我们今天小会很多知道下午1点半在2楼举行。第4点提摩太，我们为他们8月19号要到澎湖七美的短宣队来为他们祝福，让他们在一切的行程，不管是生活或是服事上，都能够平安顺利来带祷。第6点，我们第15期的中保带祷服事开始报名，下一期是9月到12月，报名的截止日是8月30号。有感动参与带祷服事的兄姐，在1楼的公布栏登记您的服事时间。第7点，我们9月6号要推动第9期的幸福小组跟福音茶会，有准备的成组的人，要配合工作的分配，还有邀请 best 这些要预备心，也把有筹备的团队到我们办公室来登记好可以支配使用的场所跟时间的调整。还有第8点，我们奖助学金有国中到研究所以及儿童主日学的这个奖学金请符合规定的就可以来向办公室来申请。还有我们楼下的以便以谢的教会买的义卖，请我们踊跃来做为他们祝福。以上报告，请牧师补充报告，谢谢。感谢主我们今天有一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我们来做欢迎跟介绍这位新朋友是叫做尤杰勋弟兄，欢迎你。尤杰勋弟兄
他是我们李伟教授学校的新的硕士班的学生哈，他也是基督徒，欢迎你哦哈，欢迎你，请坐，请坐。其他的报告就不再重复太多了哈。有一个就是要感谢上个礼拜我们一起为50喜年的事工，大家满满的参与哈热血参与无论从早上的培灵会，还有下午的感恩礼拜，还有晚上的参会，大家都踊跃参与哈每一位都是英雄啦，神的恩典跟你们同在我们一切都圆满顺利，我们感谢主哈。那第二个要补充的是我们呢以便以谢教会，它是在埔里哈，它第一堂礼拜长老有来做请安呐刚刚我听到是说他们是在市区，因为有一些大专生、高中生，他们从山上仁爱乡下来，在埔里那边生活读书，然后他们就设立一间教会，然后来接待这些年轻人。他们其实已经10几年了，但是他们发现说租金很贵，想要先买一块地，准备来盖一间教堂，然后让这些大专生、高中生他们在埔里市区有一个安居的地方，有一个聚会的地方。所以他们今天特别来到我们当中来做义卖有一些很好的一个原住民的风味的产品，请大家踊跃来采购了送礼也很好那如果有人感动说我不一定要买东西我为他们奉献也很欢迎你为他们奉献，注明说为以便以谢建堂来奉献感谢主。等一下楼下到楼下的时候可以给他们采买，让他们能够赶快完成。那也请同工他们在卖完产品之后呢，有同工可以接待他们来到那个爱心午餐那边吃个午餐，再回家再回家这样子。那最后要报告的就是我们教会有一位临床洗礼的周英姐妹她在8月10号蒙主恩召安息主怀据了解她的家人是很少了只有她弟弟所以呢，我们明天的指南小组还有几位长职代表要去殡仪馆为他来举行这一个入殓火化礼拜我们也为我们同工代祷，让我们出入都顺利平安，也求主安慰周英姐妹的家人那另外就是有一个研习活动就是抄圣经的活动，我们要在9月开始抄使徒行传。那要欢迎我们有空可以用书写抄写的我们9月就开始书来了，我们就可以开始抄写到月年底所以呢，我们来征求了如果能有50位，我们今年50周年嘛，有50位来参与抄写可以非常好的一个礼物奉献给神。那也为了这个使徒行传大家在抄写的时候，夏牧师跟谢牧师配合，想要用一个台语的读经班，就是说我们华语的由我们最平牧师来主持嘛那么也举办一个台语查经班，那他们就是用台语的圣经来读，但是也会教一些白话字，就是罗马字拼音。我们看到这个台语念不出来，你看一下它的拼音，你就可以读到这种地步如果有兴趣的，欢迎。因为这个用白天上班的可能就不行有空要参加的在每一个礼拜四从9月10号开始到12月10号我们有每个礼拜四早上9点半到11点如果人不多，我们就在会议室如果人多，我们再到3楼来欢迎大家预备心来报名来参加也祝福大家今天我们有恢复爱心午餐，大家一起礼拜结束一起来享用。感谢主。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颂咏的诗歌。喜年的号角响起，我们的主题，主的恩手不曾离。多少晨光与黑夜，是主同在的印记。软弱中靠主刚强，
我去尝着你能力，破碎中有主平安，每滴眼泪你珍惜。纪念的号角响起，催促我向主奔驰不放弃，激励我见证主爱不停息。新年的号角响起，我要如鹰展翅上腾，迎风生恩雨，同心合一，传承主使命，直到地极。号角的声音划破天际，荣耀的乐章颂赞纪念的信息，被掳的释放，贫穷的富足，伤心的医治，灰心的恢复，万民都要归向你。新年的号角响起，我要如鹰展翅上腾，迎风生恩雨，同心合一，传承主使命，直到地极。感谢主，借由这首诗歌，我们50几年的纪念诗歌，我们向神奔跑啊，不厌倦。我们向神奔驰，神的祝福，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相通，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特别与我们今天受洗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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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来默祷闭会。